300年来，我等在这弱水河畔隐匿行藏，得不待见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而今结束已尽，万法归宗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们。自今日起，不仅仅是3界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立刻出发，上3界，夺取天庭。蟠桃园土地来报，所有蟠桃都在1夜之间枯烂坏死，此乃千万年未有的异象。陛下，不光如此，今早仙草司指使来报，所有桃树尽皆连根腐烂，倒坏殆尽。什么？微臣会同各司遍查诸天，可并无异象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 乃是天地之灵根孕育而成，怎么会无端坏死呢？
声响，扰乱天庭啊！陛下，微臣马上前去查看。看来今年的蟠桃会是做不成了。陛下，蟠桃大会乃历年盛会，如果不做，会令人感到天界不安的。样的混沌黑暗。老龙君，别泄气，这次我石敢当要不到天翻地覆，闹他个玉宇澄清，我便永不在天界立足。而今只剩身陷阴山背后，该当如何是好啊？武德星君和秦广王这帮孽畜可能不知，玉帝赐我一般异禀，3界之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留得住我石敢当。哦，是什么异禀？天罡地煞五雷法。啊！玉帝将五雷法传授给你了？正是。老龙君在此稍待，某去便回。将大王接走了。天界正是，小的认识那个驾车的车夫，是古河龙宫谢处士。也就是说，大王去了古河龙宫？应该是的。好了，我们去吧。是。之事，你可以说是绝功甚伟啊！听到石敢当这么厉害，到我冥界也要他立誓行销鼓励，安以为患。从今日起，君可以安心睡觉了。来，看什么？还不赶紧走开！夫人，大人不是去古河龙宫赴宴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夫人，我是来取古河老龙给我那封信的。要他做甚？今天石敢当和洛河老龙的外甥敖申上天庭告御状，要为洛河龙王翻案。我身后留下证据对我等不妙，因此要将书信拿走一同销毁。那玉帝的意思是？哎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不过是万全之策啊！大人，请稍等，妾身马上便将书信拿来。
是十胜传书，我去报告二郎爷。好。老师，半斤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二郎爷，十胜传来消息，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是，徒儿已查清洛河龙王冤情，请速速派人前来接应。这个石敢当真有他的啊！是吧？现在怎么办？敖慎、半斤，率领康章遥里四太尉和郭申执剑二将军，及500草头神，在九华山冥界入口处等候。好，师望，那你呢？我要去一趟凌霄宝殿。开始我就知道你想算计我，为啥？还记得我见到你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要见洛河龙王。记得。洛河龙王阴藏地府之事，乃天庭绝密。可当我问你时，你却丝毫没有感到奇怪，而是一口答应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会晕倒啊？那样，你们就不会再防备我，而我呢？就能够顺利地见到洛河龙王。那你怎么能逃出阴山背后？逃？这个字用得不准确。本尊从来不会逃。那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正是
疏漏了这一点，才会造成现在这种致命的后果。我疏漏了什么？玉帝赐授本尊五雷之法，3界之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留得住我石敢当。什么？你身有五雷之法？正是。你的区区诡计，对我来说犹如儿戏一般。若不是本尊要探知洛河龙王的魂魄所在，早已成为我的剑下之鬼。不死，否则顷刻之间必要而化为齑粉。哼，恐怕化为齑粉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上古时代，灵界大圣所用嗜血神兵。沾上它，立刻魂销骨裂，化为脓血。太太院没有了，以为我会怕你？哼！好吧，你和我的嗜血神兵好好玩玩吧。我真是可怜你，你永远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可你永远都会输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治鬼而不能治人的缘故。你的兵器怎么会？阴险小人，拿命来！石敢当，你无端搅扰阴司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。就算是有巨斧在手，也叫你难逃公道。好我这死人的孽畜！叫你看看石敢当的手段！上！
饶命！饶命！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师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那个什么万神丹。既然这么珍贵，我就把它还给你。你的解药在我手里，看你想不想要。在咱们手里了，这是新君的功劳啊！这厮没有了那把巨钺，就是站在我面前，武德也不怕的。新君武艺神力超凡，你这小小的石敢当，那还不是说呀，一个小小的石敢当怎么样？石圣，小龙，我把你们这帮无知的孽畜，死到临头还敢大言惶惶！这厮已没了巨斧，怕他做甚？星君五河龙王阴谋陷害洛河龙王的真凭实据，请陛下详查。石敢当，哪个让你查此案？哪个要你真凭实据？你本为下界石妖，蒙朕青睐才应召上天，封神立圣。哪知你不知好歹，刚愎自用，执意挑战天庭尊严，这事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来人呐，将石敢当给朕拿下！陛下，你用人不察，在天庭酿成如此冤案，可以是失德败法。而今明知冤情凿凿，竟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面子，罔顾事实法理，令冤情不得雪，枉死不得生，实在令人齿冷。如此做法，与那倒行逆施的天地少昊有何区别？陛下，你败坏上天公允之德，必须向天界下诏，罪己谢过，否则难服罗天众神。来人呐！将这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！上前相助。是。打得住手！哪吒，你这是做甚？陛下，请容臣问明缘由，再答不迟。
石敢当，前日你与玉帝在凌霄宝殿争执后离去，说是要寻找洛河龙王惨遭冤杀的真凭实据，而今臣已经无缘无故地将2位天庭命官崩掉于凌霄殿上，又逼迫玉帝下诏罪己，实在是狂妄之极。今日你说清缘由，还字罢了，否则本神定将尔明正给清。海会大神有所不知，这2日某上天入地，已拿到了武德星君和古河龙王阴谋陷害洛河龙王的真凭实据。这些书信就是2贼密谋此事的明证，其中还有古河龙王送予武德星君的礼单。你手中的便是真凭实据？正是。他这是血口喷人，毒计陷害，毫无天证。三太子，莫信他胡言乱语。哼，这些书信是武德星君的夫人亲自交给某家的，信里已将奸谋说得再清楚不过。只要玉帝陛下看过这些书信，事实立判。胡说八道！我夫人怎会将信给你？哼，这是冥界秦广王的供词。这是什么供词？武德星君得知某要重查此案，定会来到冥界，因此派使者与秦广王联络，因害石敢当性命。古河老龙为此还送了1箱珠宝。现在秦广王大殿由我2位兄弟看押。请陛下御览。好了好了，此事以后再议，先给我拿下这个反叛！陛下，怎么，朕的话你没有听到吗？陛下，臣以为如此做法不妥。你说什么？俗话说，天不藏奸，意思就是天界从来没有冤假错案。可今日石敢当却拿出了真凭实据。陛下，如果说洛河龙王一案真的是冤假错案的话，那陛下应该急行拨乱反正才对，怎能为一己私欲枉费天道？你，陛下，三太子所说正是众神的心声啊！今日冤杀了一个洛河龙王，陛下为了自己的颜面不予追究，这无疑给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佞神异鬼有了可乘之机。往后还会有多少天界之神惨遭冤案？如此下去，天将不天，国将不国，少昊的悲剧将再次重演，天庭战火重燃。1000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将再现于此啊！神毁天灭，万劫不复啊！陛下，请陛下先行查阅石敢当所提交之罪证，如不属实，不需陛下说话，臣等必当同心戮力，擒拿此贼，明正典刑。正是。斗牛宫28星宿何在？立即上前擒拿逆贼石敢当！怎么？你们殿下，先生和海会大神言之有理啊！自古天公地道，不能为一己之私罔顾天条法理，望陛下察纳雅言。啊！难道你们都与石敢当是一般想法？陛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洛河龙王之死，实乃开天辟地以来天界从未有过的冤案。按理说，以玉帝陛下之能，只消微睁慧眼，便可澄清事实，令冤案得雪。然而，事关陛下的颜面，陛下不愿插手，这也就罢了。可如今，石敢当上天入地，费尽移山心力，终于得到了冤案的真凭实据。可陛下却仍然拒绝翻查，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。今日凌霄殿上的都是罗天众神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洛河龙王遇到的事情。俗话说，兔死狐悲，勿伤其类，求陛下详之。
陛下开恩，详查冤案。众神请起，朕云查便是。谢陛下天恩。 来人呐！将武德星君和古河龙王带过来。是。冤啊！陛下，石敢当殴打天庭命官，私自炸毁古河龙宫，罪不容诛，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闭嘴！200年前错语之案，真情到底怎样？给我从实招来！ 陛下，微臣秉公处断，没有半点私心呐！陛下开恩！陛下，可陛下饶命！哼！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这样。本来朕以为尔等不过就是错判冤判而已。 谁知道这其中竟有如此巨大的阴谋！武德星君为图报复洛河龙神，收取巨额贿赂，竟无中生有，将克扣降水之罪强加于洛河龙王身上，致令洛河寺与大龙神惨遭冤杀，实在是从未有过的奇冤。武德星君、古河龙王欺心逆天，陷害神职，罪该万死。着急。 将这2神送至灭神台，即行诛灭。陛下开恩！陛下开恩！陛下压下去！陛下开恩呐！水德星君，虽为武德星君胁迫，却未曾揭发密谋，反而助纣为虐，情实可恨。 不及削去顶上3花，打入凡间。陛下，朕冤枉，朕再也不敢了。陛下，陛下！玄天高觉武圣天尊偏袒属下，误导天庭，实为不公之举，着叩头训诫，面壁思过。臣勿听谗言，本位之私，治不圣聪，何该教训？ 朕为保尊严，罔顾天道，险些为佞臣所用，实为不检。明日33重天玄天台上下诏罪己，谢过众神。陛下圣明，万岁万岁万岁！众神平身。 臣石敢当，听候发落。石敢当虽行事粗鄙，不循礼法，却明正耿直，至公无私。天威之大，不能令其屈；神道之盛，不能令其折。为求公义，锲而不舍，最终竟能纠朕之错，拨乱反正，还天道之功，实为难能可贵呀！像石敢当这样忠正耿直之神，是天庭之宝，三界之宝。今举封石敢当玄天高觉武圣天尊，位列天神第1品，并在此一般恩典，三界之内，凡有不平
之事，武圣天尊石敢当皆可管制，潼关不能查。敢当，这般恩典管辖三界，其责不可谓不大。陛下，石敢当粗鄙无闻，滥言忤逆，却蒙陛下如此厚奉。陛下，你是三界最正直的天神，石敢当向你叩头谢罪了。朕知道，这个头磕的是真心的。知臣者，陛下也。三弟，冤情昭雪，你姑父也得以重新在神界脱生，你再没什么牵挂了吧？大哥，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哥，敖生没有更多的言语，从今以后，水里水去，火里火去，全凭大哥一句话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时辰已到，你该回洛河道场去了。告辞。哥呀，啊？我也走了啊。没事的时候到泰山来找我。咱老哥们儿好好喝上几杯。哭什么？没出息。哥呀，这么多年一起出生入死，突然要分开了，心里难受啊！嗨，二弟，你这样哭法，让旁人看到岂不难堪呢？啊，别哭了。哥呀，那我走了，你一个人多保重啊！好。罢了罢了，俺老朱还是去吧。要干事便赶早啊，否则俺老朱瞌睡该上来了。这也好行事，我们马上动身。去哪儿啊？去找偷剑的妖怪。啊！哎！姑父。
智而不孝，虽然得成正果，却不能为您洗雪昭冤。玉帝封侄儿为洛阳司语大王神，可孩儿宁可不要这天职。今日，孩儿特从洛阳城中取来龙泉宝剑，来洛河祭祀。望姑父泉下有知。只是知道哭先生，哭得俺老朱心里也怪难受。大哥，好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放心，这件事情哥哥一直记在心里，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事情已经过去100多年了，连师父和三太子都不敢出头，更何况你我。大哥，玉帝封我为金神天龙洛河司语大王神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！姑父为我冤死，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伸冤。不管事情过去多少年，只要是不公，我石敢当就要管。可怎么管？连师傅的……三弟，相信哥哥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我相信你。三弟，这龙泉宝剑乃是凡间之物，要完璧归赵。是。28宿轮流把守。朕要时伫立泰山之巅，巡至天东之门，并携宠于3界之外，并邀业于忤逆之中。自此天下安宁，3界和谐，风调雨顺，河清海晏。绝功甚伟者，乃泰山十圣，3界大护法石敢当。朕因其卓功智慧，彰显其忠勇不屈，特爵封为玄天高绝永圣广义天尊。
领受天尊之封禅，位列神班第1等，与太上道祖、金星老仙、五化天尊、武圣天尊以及紫微真武2大帝同受供养，这有些不大合适吧？臣虽是石敢当之师，却以为封禅过重，请陛下三思。哎，显圣所言诧异，石敢当却拒邀魁罡于化外，宁定天庭，降和3界，是至伟之功劳。陛下，如此封赏，正合其功。显圣不必太谦了。海会大神所言极是，石敢当不仅忠勇智慧，且仁慈宽厚，位列神班1等，正是得其所哉。显圣不必过虑。哈，显圣不必过虑。敢当既蒙众位天尊大帝如此抬爱，杨戬也无话可说，在此谢过众位大神。显圣太谦了。哈哈哈哈！敢当还不谢过玉帝大恩？臣石敢当谢陛下天恩，然臣宁愿放弃天尊之封赏，只求陛下还臣一个公道。天尊之封万劫难逢一次，而怎能随意放弃？还不快跪下谢恩！师父，请让我把话说完。你，陛下，臣降妖也好，除我也罢，不为封赏名利，不为位列天齐，也不为身在神班，但只为天下之公，没有不平事，没有人吃人，没有冤死冤杀。臣今日宁可不做这个永圣广利天尊，但求陛下能够给臣一个公平。也罢，你说说看，给你一个什么公平啊？金身天龙洛河司羽大龙神敖身，请你站到玉帝面前。玉帝可还记得100年前赵黑虎梦斩洛河龙王之事？朕当然记得，那是因为洛河龙王延误时辰，克扣降雨点数，罪犯天条，这才被送上挂龙台。洛河龙王乃敖身的姑父，依敖身所言，洛河龙王乃被冤杀，求玉帝复查此案，还天界一个公道。哦。冤杀，简直是危言耸听！天界怎么可能有冤杀之事？石敢当，身为天神，怎可信口开河？自古天公地道，从没有听说过天界还有冤案。石圣之言是受了何人的挑拨？哎，石敢当，自古天道无私，肃静高悬，怎么可能有冤假错案？更不可能有冤杀之事。而误听误信，罔顾天道，实为不智之举。敖身，你来说说吧。启奏玉帝，100年之前，臣与武德星君之子武吉因口角而起争执，发生殴打。我父敖润将臣交于武德星君处置，臣不堪凌辱，便跑到姑父洛河龙王家中住下。武德星君仗势欺人，又跑到洛河要人。幸亏在此之前，姑父到9天应元府雷声普化天尊处替臣讨下了洛河龙兵都统之职，使得武德星君无法得逞。臣想来，雷声普化天尊应该还记得此事。不错，果有此事。当时武德星君要本尊严处洛河龙王和敖身，是本尊说道：“大家同殿为臣，不过是小孩子的几句嬉闹，此事就此作罢也就是了。”武德星君，事情是这样的吗？是，正是。敖身，你接着说。当时臣以为此事已完，没想到几天以后，古河龙王因和一位神算先生元首成打赌，克扣了洛阳城中降水之数，
违反天条。什么？是古河龙王克扣降水点数，此事不是洛河龙王所为吗？是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是古河龙王罪犯天条，为什么死的会是洛河龙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！敖申，你这丧家败门的逆子，竟还敢在这里巧言令色，说什么古河龙王克扣降水，真是一派胡言，罪该万死！陛下，请您立刻下旨将敖申法办。武德星君，你这天庭败类，舞弊佞臣，若不是你从中捣鬼，怎么会有500年前那起冤案？我辜负洛河龙王，又怎会冤死挂龙台？你这畜生，在此妄言，莫怪本星君无情。陛下，当年古河龙王罪犯天条，我的星君跪在陛下驾前请查此案。结案后，他接受古河龙王大批贿赂，2人沆瀣一气，串通水德星君陷害洛河龙神，致令洛河龙王无罪遭杀，冤沉海底，100年难雪。陛下，臣所言句句事实，陛下神界领袖，法力通天，一看便知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敖申滥言诬陷，公报私仇，臣万死不敢做此忤逆之事，望陛下明察。而且当年查此案，乃是陛下钦点微臣钦差，敖申诬陷微臣，就是诬陷陛下，此子脑后长有反骨，极不顺从。100年前火焚古河龙宫，罪犯天条，而今又在凌霄殿上挑起事端，实为逆臣事也，求陛下降旨严责。陛下慧眼如炬，察天下尚如弹指一般。不要说这种小事，臣请陛下纵慧眼查此案，辨清中间，还天界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替天行道。求陛下做主。这2个帮人都跪在那儿鬼叫，我要不去，倒显得老朱没有义气啊。求陛下做主。陛下，石敢当等人公然质疑天地无私，怀疑圣聪，实为用心险恶，罪无可患。求陛下不可听其谗言，维护天道尊严要紧。陛下，不得星君所言极是，请陛下维护天道尊严，维护天道尊严。天公地道，人皆尽知，又怎能想到堂堂天庭竟会有如此冤屈之事？陛下，伏迷途之法，枉折事理，辨清中间，洗雪沉冤，更是匡扶正义之事。没有人会认为陛下因此而失去了尊严，反倒会为陛下的勇于认错感到钦佩。可如果陛下明知情冤，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听之任之，如此做法有违天公地允，与庶人何异？实为天下齿冷啊！陛下。石敢当巧言令色，妖言惑众，欲在众神之中抬高自己，贬低陛下。陛下，切不可听从啊！不得，奸佞小人，天庭败类，为掩盖自己的罪行，竟拿天地尊严当作挡箭牌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这等奸佞之徒乃天庭祸害，绝不能留。求陛下即刻施慧眼观百年，辨明是非。求陛下做主。求陛下做主。陛下，100年前之案事小，天地尊严事大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自盘古开辟，红军造神，天庭之所以公允无私，就是因为天地有慧眼，众神有异能，令奸佞小人无所遁形。而今天案有异，当遵循天地之法理，以慧眼定是非，请陛下秉公处置。请陛下秉公处置。请陛下秉公处置。天地众神虽有慧眼异能，却不能罔顾天道尊严。且100年前之案，
洛河龙王被杀之后，其家人并未申诉，何以100年之后却来讨还公道？其行不顺，其理不通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尔等，且起身来，此事当从长计议。是。请玉帝应允，否则臣不敢起身。石敢当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想要挟玉帝公报私仇吗？什么叫私仇？这就叫私仇。如果洛河龙王不是敖生的姑父，此事你会管吗？在座众圣，只我石敢当者震动。只要有人说出有一件我石敢当因私废公之事，陛下，洛河龙王之事，我绝不再提。石敢当性格耿直，生性公允，从不藏私。怎么样？还有何话说？你要干什么？石敢当就是要管世间不平之事。你石敢当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凭你的萤虫之光，能管得了世间所有不平之事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凡人尚且能够做到，难道我们这些被称作神、称作圣的人，连凡人都不如吗？我想请问2位星君，如果罗天众神都像你们这样贪财好色、倒行逆施、罔顾法理、仗势横行，天地主张的大同世界何在？到那时，我们便不再是神是圣，而是一群空有神力、不顾是非曲直的恶汉。你石敢当，你虽已成神，可身上妖气十足，实为天庭所不容。如果天庭能容的都是你们这样的无耻奸佞之辈，石敢当情愿下界为妖。敢当，不可胡言。石敢当，本座对你轻言有加，你不要过为己身。今天乃安天庆功之会，此事容当后议。身为天庭主宰，遇冤案不平，竟然袖手旁观，听之任之，任由奸佞横行，是否之下难为众神楷模，难成天界领袖，令众神齿冷。敢当，你胡说什么？石敢当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公然侮辱玉帝，我定不能与你干休。像你这种奸险恶佞之徒，早晚出卖天庭，卖身投靠，不过是天见败类。你不可思议！就是急上，将这犯上的逆贼拿下！住手啊！请玉帝为臣做主啊！陛下，石敢当竟然如此造次，在地前公然殴打2位星君，实在嚣张至极，求陛下严厉处罚。石敢当，贫道观察，似乎是武德星君先动的手吧？哼，陛下，石敢当是想打死微臣，求陛下做主啊！这等奸邪小人有不如无，不如打杀痛快！来！住手！石敢当，朕再三让你，你却不识其道，竟在朕面前动起粗来，好大的胆
压政治，如此处事，当年的天帝少昊有什么区别？少昊被众神推翻，最终死于刑天手中。如果你也如此倒行逆施，少昊便是前车之鉴。来呀，将这逆贼给我拿下！石敢当，你虽一介神班，但蛮横无理，不循天道，实在是罪无可赦。我今依你正法，以肃3界之律。来人！且慢，陛下，石敢当有大功于3界，如此杀之，人心不服啊！求陛下3思。这厮将朕比作少昊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了解，你身为朕的外甥，难道也要帮助石敢当与朕为敌吗？这。好了，此事毋庸在意。来人，将石敢当押至寡臣台，用无钩刀处以极刑。是。陛下，陛下是为微臣挺身而出，微臣愿意替他而死，臣也愿替舍当而死。再有讲情者，与石敢当同罪。陛下，石敢当虽村颇横蛮，但刚烈正直，乃我天界不可或缺之人。李儿请陛下法外开恩。太上道主请起，朕不敢受此大礼呀。请陛下开恩。太上道主，石敢当搅闹天庭，如此之人，怎可再留天界？请陛下开恩。诸位大臣，这是做什么？难道要逼宫不成？闭上你这厮的鸟嘴，否则某一刀将你劈成2片。先生息怒，先生息怒。尔等起来吧，放开石敢当。大哥，大哥，陛下，石敢当村粗无礼，任凭玉帝降法。只是漯河龙王之事如何处置，还请示下。你。石敢当，尔虽有寸功，但扰乱天界，罔顾帝尊，肆意妄为，公罪相抵，本应重处。怎奈众神相求，自今日起收回尔手中的盘古开天约。什么？武德星君、水德星君，臣在。石敢当巨月收在凌霄宝殿中，由你2人昼夜看管。是。玉帝，此时处置不公，还石敢当心中不服。大哥，算了吧，大哥呀。诸位大臣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玉帝。漯河龙王之冤，他不是不能管，而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尊严，不敢管，不愿管。不，他不管我管。此事要闹出个结果，石敢当坠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能翻身。小狼师兄，真是想不到，玉帝竟会如此不公，真是令人齿寒呐！敢当，
你是石头所生，不知道人心的弱点。如果今日玉帝以慧眼察知武德星君等人陷害洛河龙王的阴谋，那就是他玉帝用人不察，处事不详。再说，洛河龙王已死去100年，已经不能复生，就算查清此事，也不过就是个说法而已。对于他来说是个说法，可对于那些受害的人，是要永受煎熬的。这就是世态炎凉。玉帝乃天界领袖，高高在上，才不会体会敖身这种小神的痛苦。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怎么在玉帝身上就偏偏看不出来呢？好了，而且你失了巨斧，便没有了威风。若不是刚刚太上老君和二郎显圣为你说情，恐怕你连性命都难保啊！我劝你，还是莫管此事。不，这事儿我管定。你当真要管？当然。哎，我听说洛河老龙王斩首后，魂魄一直在地府中，并未投胎。为什么？我只听说，每次将他推进轮回隧道，却不能投胎，被隧道的正反旋风刮了回来。哦，那却是为何？很多人都说他是被冤杀的，忠魂不散。隧道中的正反旋风虽然厉害，却镇不住那一点正气，因此不能脱生。此事不知是真假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哎，千万别说我告诉你的。甘当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如今你没有了兵器，我们又无法供人帮你。哎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我记下了，在我落难的时候，哪吒小郎仍待我如故旧，容实敢当厚报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佩服你的这股精气，不论何时，永远不倒。甘当啊，你已经成仙成圣，不比从前在下界的时候，还是要懂得克制啊。早知天界是这样的，还不如去下界做妖怪呢。大哥，此事你已做到仁至义尽，小弟再也无话可说。放弃吧。是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上天入地不闹出个名堂来，别想让我罢手。大不了我实敢当像当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般，大闹天宫。哎，这。提广大王，石圣来了。哎，请石圣稍后。已经报在我身上。尊师啊，你呢？回去转告武德星君，让他放心，我会对付他的。他现在丢了巨斧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星君让我转告大王，明日派人送礼物过来。哦，好说好说。大王，泰山石圣3阶护法石敢当来了。说曹操到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请尊师到后面休息，让我来对付他。我要让他
回不了阳间。好。 哟，师生，别来无恙啊！不敢，尊神便是明帝秦广大王。正是。久闻师圣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风姿绰约，名不虚传呐！不敢不敢。请。好。 大王，闲言少叙。今日本尊来到这里，是想问一问明帝，100年前被杀的洛河龙王的魂魄，可是在你处收押？正是。师生问他干什么？啊，是这样的，玉帝将洛河龙王冤杀，命本尊将他的魂魄取回阳间。啊，好说。既然师圣亲自来了，表叔取老龙的魂魄，就是让我随您走一走，也不成问题呀。请坐。好。 上茶。请。且休叙话，先带我去见见洛河龙王如何？好好，让我查查他关在何处啊。 还没查到。洛河老龙不在头台之侧，我再看看另一本。秦广大王，你刚才给我喝的什么茶？什么茶？ 是用9万种毒虫的毒液精心配制而成的万虫丹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的星君厚赐于我，要本王结果你的性命。石敢当啊，石敢当！可笑你一个后辈小神，不知厉害，竟敢招惹我的星君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 怎么样，尊师？这就叫手到擒来。大王妙计，小弟不胜钦佩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石敢当竟栽在你的手里。现在怎么办？这死啊，毕竟是成神之人，已超越生死。怎么将他放逐到阴山背后？他已服了我的万重丹，再也不能恢复法力。哼，一辈子也别想再回到阳间。狗。泰山十圣3界护法石敢当，原来是泰山大神，老朽有礼。不知大神怎会来到阴山背后？到了这里，就再也回不了阳间了。我是鳌山的朋友，特为龙君而来。什么？你是鳌山的朋友？正是。看来哪吒3太子说的一点不错，你果然没有离开。
神还好吗？而今他被玉帝封为金神飞龙洛河司与大龙神，接替了你原来的位置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是做了洛河司与大龙神？正是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！敖神一直因为自己之过陷辜负冤死，心中万分愧疚，千方百计想要为龙君洗雪沉冤。在下奉他之托，深入地府探查究竟。此事已经过了近100年，恐怕是难以平反昭雪。但盼敖神能够秉心正义，做个正直之神呐！请龙君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师生啊，阴山背后乃是众神死地，到了这里，没有人能够重回阳间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秦广王与武德星君沆瀣一气，使毒计陷害我。说什么天公地道、天不藏奸，其实一样的混沌黑暗。宝龙君，别泄气，这次我石敢当要不到天翻地覆，纳他个玉女成亲，我便永不在天界立足。而今只剩身陷阴山背后，该当如何是好啊？武德星君和秦广王这帮孽畜可能不知，玉帝赐我一般一柄，3界之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留得住石敢当。